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0月11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要响应联合国重视查某囡仔、投资查某囡仔的呼吁，台湾伫咧102年开始指定每一冬10月11号就是台湾女孩日。对此，市府消委局上午邀请4位人权大使来到台南访问，并安排伊甲咱市的代表座谈，希望唤起女权的价值。来自巴基斯坦、蒙古、亚美尼亚、甲咱台湾台东的4位亚洲女孩人权大使，虽然来自无同国家甲文化背景，不过共同的事迹就是年纪轻轻的努力为女性人权来发声，希望重视女权，投资查某囡仔。上因拜会市长赖清德，市长嘛以替因地上向前女性青春活力甲创造力的会馆，肯定因所展现的勇气。为了欢迎4位大使，也为了欢迎各位贵宾，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我们台南市，包括这个强友会，也包括了台南市家长关怀儿少协会以及台南市妇女促进会，长期关注在妇女权益的团体，还有我们儿少的代表共同与会，希望让今天的见面不仅仅感性，也能够知性。所以后续整个台南市在妇女权益上面，或是平权的议题上面，甚至女孩子的人权议题上面，都能够让台南市有更加的进步。虽然台湾已经诞生第一位女总统，不过社会当中依然存在性别不平等，甚至物化情形。所以立信基金会为了让大家看见女性的主体价值，依然全力提倡。在联合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要定这个国际女孩日，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呼吁各国看见女孩的价值，而且呢，希望大家能够投资女孩，给他们公平的机会，包括教育等等。商务小局嘛特别邀请4位大使，要甲来自台南这学校的离校代表做伙交流座谈，希望将咱台湾美好的经验分享给因。台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公费流感疫苗对10月1号开始开放，今年增加了国中、高中的学生作为打疫苗的对象。市长赖清德11号上午亲自到南宁中学关心学生的状况，嘛呼吁市民要量早接受流感疫苗的注射。进入秋季，天气渐渐转凉，又搁来到流感好发季节。为了避免流感流行，公费流感疫苗已经开始注射。今年嘛增加国高中学生作为施打的对象。市长赖清德11号上午特别到南宁中学关心学生疫苗接种的情形，借此宣导流感疫苗的重要性。扩大施打的对象，就是要保障国人的健康。我们非常希望我们本市的市民，还有全国的好朋友，如果时间到了，一定要抽空去卫生所或者是有合约的医疗院所，去免费施打流行性感冒疫苗，来保障我们的健康。尤其是流行性感冒之后，常常会并发严重的后遗症，这个后遗症呢，常常会造成生命的危险，甚至于对后续的健康影响很大，所以千万不要轻忽。那哪些人一定要去施打流行性感冒疫苗呢？第一个是年纪大者，过去呢是65岁以上，那今年的扩大对象到50岁以上，只要50岁以上就具备免费施打流行性感冒疫苗的资格。那第二个呢是慢性病，那第三个是肥胖者。BMI 大于30以上，另外就是孕妇过去只有怀孕的时候具有资格打免费流行感冒疫苗，但现在又扩大对象，你如果是生产之后6个月内，那你也可以去施打因为那个时候是你抵抗力最弱的时候，
最后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小孩子哈，包括满6个月以上到高中，通通都可以打。公费流感疫苗已经伫10月1号开始开放予市民来注射。注完流感疫苗了后，嘛必须爱等2礼拜，保护效果才会出来。所以，请民众尽早伫流感疫情来临之前来注疫苗，提升自我的保护力，预防感染。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第2届第4次定期会下午召开第3次的定数委员会，会中确定日程。大会期间对10月18号到12月26，总共70天的时间，会中并讨论各项提案，包括市府提案14件，三读议案5件。台南市议会第2届第4次定期大会下晡确定议事日程。大会期间将于10月18号到12月26号召开，总共70天。我们正确的议程是105年10月18到12月26日。继续我们讨论提案。目前我们本会收到市府提案18案，包括4件3读案、3件是市法规案及1件财经预算案。106年度的地方总预算案及一般提案，民政5案、教育4案、保安2案、公务3案，另外还有本会的会务案1件，以上一共19案。这届定期会将审查106年地方总预算加附属单位预算案以及各项提案，包括三读议案5案。加市府提案14案，立地定数委员会召开进前，议会也先召开政党协商，并且达成几点的共识，包括各党照比例动员出席，让大会准时召开，以及市长施政报告延长时间，让议员提问等等。希望这届定期会会当顺利进行。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105年度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经过3阶段的评选，下午公布得奖名单，总共11个人得奖。协会除了选伫10月15号来举行颁奖，同时也将这11个人的名单提报中央，参加全国好人好事代表以及8得奖的评选。为7月份送件，经过初审、复审甲决审3阶段评审。105年，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名单出炉，总共11个人得奖。社团法人台南市好人好事运动协会下晡邀集得奖人共同召开记者会，甲各界分享得奖的事迹。今年台南市的好人好事的代表，从6月底报名截止，我们发函告各单位。然后区公所理事干事帮我们报名来，我们经过3次的评审、初审、复审、决审，我们聘请台南市9位各个不同领域的代表来担任评审委员。我们很荣幸的产生了今年度的11位台南市的好人好事的代表，从所谓的市井小民到大企业的大老板都有他们都是默默的在付出，而且很长期的付出，对我们台南市都有很正面的、很好的一个社会的楷模，所以我们来表扬他们。11位好人好事得奖者，除了代表台南市参加全国好人好事8得奖的参选，另外，因也将伫这个月15号，伫台南市乐港教育中心接受颁奖表扬。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随着公民意识的提悬，造成污染甚至引发冲突的庙会活动，已经成为市民投诉的重点。对此，市府民政局对3天前就开始推动庙会优质化，希望减半炮仔嘛卖烧金，将相关的费用节省落来，转做公益，同款是做功德。经过3天，已经有初步成果。
台南因为有全国上济庙宇甲开基祖庙，所以变换的新名声甲进香团等庙会闹热，总是互炮啊愈放愈济，甚至顶头之间突发的冲突，已经成为市民服务专线真正重点。不过，这3天来，民政局全力推广庙会优质化，不断甲庙宇沟通协调，甚至违法开单，都希望幸福市民一个不受宗教影响的生活空间。台南市总共的这个立案庙宇有1616间，未立案的庙宇也有917间哈。那我们在这3年的成果执行下来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各庙宇之间其实已经是非常大力的在配合这样的一个宗教优质化的推动，所以整个这个燃放鞭炮的状况，相较于过往，其实已经减少很多哈。我相信住在市区的民众可以很明显感受得到。那但是我们也发现，在执行上，未来在私坛的部分，就是未立案庙宇的部分，是我们在执行上的重点。所以我们在今年，我们会特别往这个方向来努力。庙会优质化政策，民政局除了表达持续推动关心，甚至以大观音亭示范示警，专停无放炮的做法，希望一步一步落实。我们在今年的9月22。那北区的大观音亭，就是新济宫的部分，他们有一个这个到中国大陆的这个业主回来之后，整个全程就没有燃放鞭炮。那庙方跟所有参加的这个有庙的部分呢，跟正统的部分也都有非常好的规范，那甚至做竞赛。所以那一天全程就没有燃放鞭炮，所以我相信未来在台南市的整个这个宗教活动的部分，我们会不断的在努力，那跟这些宗教团体呢，大家一起来合作。就表示，以现在看到进香团无放炮啊，连续检定标准甲要素来看，期待台南成为全国推动庙宇优质化的楷模。电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美善基金会其中的宠美工作坊，总共20位身心障碍青少年朋友所组成的宠美剧团，在咧经过2天的训练以后，将发生在因人生当中的故事，用正面乐观的方式表演出来。即马就带民众做伙来欣赏。应用爱的光波赶走歹人。一款奋斗的过程，就亲像是因面对人生的困难同款。一寡美善基金会宠美工作坊的身心障碍者，勇敢徛在舞台顶演戏、主持、跳舞，同时也邀请咱市5个其他的工作坊，欣赏因如何表演出生命的精彩。要引导身心障碍者上台表演，表达出正确的情绪，是相当无简单的代志。伫咧台下欣赏的神父甲主教，对因的表现拢相当娱乐。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天主教美善基金会有这个场地，有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小天使们表演。特别舞蹈方面应该是比较简单，能够像戏剧这个，真的我看了非常感动，而且有几位他们的咬字非常的清楚，啊，真的是让我体会到
需要有好的场所、好的老师教他们，真的，他们发挥真正的他们的一切的精神力量，还有他们的智慧都出来。借由互相合作，互一寡身心障碍大朋友、小朋友会当多接触人群，互社会大众更加了解因，也互因更加侪爱甲关怀。台湾新闻网找采访报道。长期伫咧基督教恩友中心服务家友、服务弱势刘奇峰传道，伫咧协助家友关怀弱势的同时，也将因人生的故事一篇一篇记录落来，写出弱势族群即马所面对的困境，以及因的人生故事。即马即寡故事一合成册，要互更侪人会当听到社会角落的微微声音。透过写实，又搁带着轻轻感叹的文字，互读者将因的哀伤化成为真实的感受。一寡有温度的文章，是长期服务家友、服务弱势的刘奇峰传道一字一字所写出来。伊将过去服务过的弱势个案，因的人生故事记录落来，希望借由这本《角落为生》，互更侪人加入关怀弱势的行列当中。这本书其实是我平常这几年来在台南的各个角落探访一些弱势家庭，也包括街友那个个案啦。后来觉得说有时候会不够写啊，那时候有时候备注栏是写1-2行嘛，那后来我就觉得干脆拿一本笔记来写。那因为这几年来，我一直觉得台南有很多地方是我们平常人看不到的地方有隔代教养的啦，单亲的啦，然后家里有病重的，然后没有办法工作的，所以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让这本书我的工作记录，然后把它变成一个一个故事，推广给社会大众，让大家了解我们这个角落里面有很多发出微微的喘息声音的一些我们的同胞们他们平常过的日子，也希望引起社会大众呢更加的注意他们的。因为人生遭受到重大意外，因为成长环境的限制，因为少年时阵唔捌代志，因为侪无共款而且复杂的原因，才会造成社会弱势。角落为生写出弱势族群所面对的困境，也希望更侪人会当帮助因活出希望，再次看到人生的光明。台湾新闻网找采访报道。一般去食西餐，拢是坐伫桌仔顶面对面食。中西区有一间新开的餐厅，为着要方便一个人食饭的朋友，所以特别打造了面壁式的座位，互因会当轻松食，无压力。这间位伫中西区的牛排西餐厅，一入门就当看到一排面壁食西餐的人客，打破过去食西餐的印象。其中的原因是，业者因为家己嘛介意食牛排，但是常常因为只有一个人，互伊歹势去消费，所以有了开这间面壁西餐厅的想法。开业才3个月，他受到真侪消费者喜爱。200-300块，对啊，就可以吃到，这蛮新鲜，然后蛮好吃，对啊，然后它烤的也很，口感也刚刚好。希望呈现的东西就是我们可以打破，就是旧有西餐厅，它没办法说一个人去，然后需要说一定要有情侣啊，或者是那个聚餐啊，偶尔可能2-3个月才能会约一次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希望的客群是喜欢吃牛排这个东西，但是又不需要跑去西餐厅，一定要约人这样。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就是桌子都是面墙壁的。然后，可以一个人单独来享用，也不会有任何压力。然后主要我们将西餐厅的服务拿掉，还有舒适啊，他们的装潢、气派这些东西都会先拿掉，然后用这些成本把它全部都放在食材上面，然后让这个食材可以更提升，然后售价也在压低。店内餐点也非常用心，不管是蒸菜、沙拉，或者是洋葱汤，拢非常好食。尤其是主菜方面，店内使用 Choice 顶级的美国牛肉，无需要上过侪调味，只用一点点的盐，
得当完整定型牛排旁边。但我们目前现阶段还是以美国牛 Choice 等级的肉品去出餐点。再来，我们最主要是以疏肥法的方式去做烹饪方式啊。和外面的烹饪方式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疏肥法。这疏肥法呢，简单来讲，它就是肉品处理完，立刻稍微调味。我们调味也用基本的盐巴和胡椒而已。对，调味完之后立刻真空包装起来，去定温、低温煮它。对，它这个方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于说，可以把很多的肉汁给锁住。甲以早面壁用餐方式无同，互家己一个人来用餐的人，也当专心享用，袂有压力。而且同款品质的摆餐，只需要其他餐厅一半的价小，就当享受到 CP 值相当的高。该食牛排朋友不妨去试一下口味。台联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顶级澳洲和牛因为生长的环境天然，加上高规格传统的培育方式，平均一个月只有50只牛的产量，数量真少。台南知名饭店独家引进以限量的方式，让消费者有丁品尝。对于喜爱美食的民众来讲，这是绝对袂当错过的顶级料理。M9顶级澳洲和牛一捧出来，就当明显看出美丽的代理少优惠。伫咧饭店厨房总监的亲自示范之下，肉一落鼎开始煎，就喷发迷人的香气。同时，伊也一并说明，亲像这款的顶级食材，要如何料理，才会当显现出伊的美味。中间呢叫反面的，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看到它已经到中间了？那个颜色的部位啊？这是很重要的，你烤也好，煎也好，都一样，它都会慢慢上来那个颜色。高规格环境甲饲料以及专心专意的培育，所以每一个月只有50只牛的产量。产量少也因此是难得才会当品尝到的顶级滋味。9 Plus 是最顶值的，所以我们今天这块是9 Plus 的。而且这是每一个部位有每一个部位不同的味道，啊，还有这个肉呢，如果比方说我们3、4分呢，都是很软嫩，没有什么味道，对不对？但是你超过6分呢，那个肉味的墙壁在你嘴巴里面就特别香，特别有不同，因为它油逼出来了嘛，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你们稍微就是好的牛，你稍微煎熟一点没有关系，但是要给好看，比方说人家外面有卖相的，稍微有红一点。因为它不可能粉红，它又不是 slow cooking 那种粉红我不爱吃，为什么呢？那么好的牛排我为什么要 slow cooking？ 一点意义都没有。这是用烤的、用煎的都非常好，所以这个牛应该会这边有点生意吧。为着要更加凸显澳洲黑毛和牛的天然原味，业者也用心准备上佳好的鹅肝来搭配。特别设计的凯撒沙拉以及名牌顶级24K 的金箔巧克力，要让爱食美食的民众享受一场完整完美的味觉享宴。台联新闻网早采访报道。过去治疗死性肝炎，拢是使用干老素加上口服的药啊治疗。不过，这款的组合煞容易让病人产生发烧、胃寒、疲劳、头壳痛等等的副作用。因此，即马新的药啊，不但副作用较少，而且90%至95%以上的病毒拢会完全消失。即马咱就来做伙了解。死性肝炎主要是透过血液传染。早期因为中南部沿海地区医疗资源比较欠缺，针头有真侪拢是消毒过后再重复使用，加上佫无疫苗的预防，所以大部分拢集中伫中南部地区。细型肝炎其实是透过血液的传染它为什么会容易造成血液传染？大多数都是经过一些医疗的行为，比方说打针啊、针灸，有些是因为输血的关系。有些是因为刺青这些因素，然后早期在我们比较中南部沿海地区有时候因为一些乡镇地方它的一个医疗资源比较不是那么普及，所以常常有一些在偏远地区的诊所，有时候它在使用针头部分，因为早期都是用重复消毒使用的一个方式嘛还有在消毒的过程中可能不是那么的完整就容易造成这细型肝炎的病毒残留在针头上面。
然后这些民众可能到某个医疗院所啦，还是说去做一些治疗的时候哈，还说共用到一些针具等等，它可能就造成了这个细型肝炎的一个传染。慢性细型肝炎若是无治疗，大约有2.5个病人会伫20-30天内演变做肝硬化，将有机会产生肝癌甲肝衰竭。你目前伫台湾上市的治疗药物总共有4种，不过每一种药的特色甲介绍也差真济，有一寡药伫使用进前也必须先检测病毒的抗药性，以确保安全，也避免无效。吸肝新药部分大概跟传统治疗的干扰素部分比较不一样，部分在说它不需要加干扰素的一个治疗，完全就是用口服的一个药物来做治疗。然后以口服药物治疗方面，当然你要先确定病人他的体内感染的细型肝炎，它的一个基因型还是哪一型哦。因为目前来讲，我们大概针对第一型的一个治疗的部分哈，有3种的口服药在台湾是可以购买得到。好，但目前这些口服药都不是健保有给付的范围啦。所以，口服药的选择必须由专科医师考量细型肝炎病毒的基因性，甲病人是毋是有肝硬化，以及是毋是曾经接受过干扰素组合治疗失败等因素来进行评估，才会当找出适合的治疗药物，达到治疗效果。台湾新闻站上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济云的天气，温度28度至33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你收看10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